台南市美术馆的水陆艺术展，头一摆以女性的角度出发，邀请到18位女性艺术家展出印象经典的作品，囊括了非常多种媒材，包含油画、金工、雕塑以及摄影系列作品。展出的作品当中，以艺术家洪义珍的作品《无题》上为特别。两边是汽车烤漆，中间是这个亚克力的颜料。它带给观者的一个经验是，就是你在他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自己的倒影，可以看到就是他的作品跟其他的不同的绘画概念去互动、去对话的这个关系。透过无同的角度来探讨当代女性所拄到的挑战以及传统的印象，同时让美术馆会当重新检视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女性艺术家长期以来在艺术史或者是美术史当中是比较不受到关注的一群，但是我想在当代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视域。在当代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呢，能够就是在美术馆以这样就是非常大规模的方式得到关注跟得到展现的机会。然后这一次呢，就是也是这个脉络是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的，比如说以前有 Guerrilla Girls 的 movement， 然后大家想说去重新检视美术馆里面就是典藏女性艺术家的作品，然后所以我们不仅是就是要提高女性艺术家在美术馆典藏的这个比率，不仅是要提升这个趴数而已，也是要让他们的作品。我们有藏品禁用、有藏品使用的这个机会，能够就是把他们的作品以完整的方式展现在大众眼前。这摆展览的作品会当讲是非常精彩。展览展出到明年2月28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